自回歸以嚟，澳門喺國家呢一個堅固後盾嘅支持下，經濟得到咗飛速嘅發展，居民安居樂業，生活穩定。但係保障經濟安全從來都唔係一件容易嘅事。經濟安全係經濟發展過程當中一項長期而艱巨嘅任務，需要時刻保持警惕。今日就等我哋嚟為大家一齊解讀一下經濟安全呢一個既抽象但係又十分之實在嘅安全領域。經濟安全係指一個喺經濟發展過程中消除化解潛在風險，抗擊外來衝擊，以確保經濟能夠持續穩定發展，經濟利益長期處於穩定嘅狀態。對於澳門而言，早喺2020年之前，澳門經濟以旅遊及休閒產業為主軸，並取得輝煌嘅成就，更加係躋身全球人均 GDP 第2位嘅寶座。自疫情發生之後，旅客大幅減少，使到過度依賴旅遊同埋休閒產業嘅弊病逐步浮上水面，經濟一路前漲。面對如此嚴峻嘅形勢，澳門政府迅速作出反應，推出一系列措施，尤其以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策略為依據，充分發揮澳門嘅特殊優勢，把握國家發展機遇，圍繞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發展定位，利用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嘅廣闊平台，全面落實中醫藥大健康產業、現代金融業、高新技術產業以及會展商貿及文化體育產業，積極拓展新嘅經濟發展空間。除此以外，特區政府亦都係對中小企嘅支持方面同樣不遺餘力，包括不斷完善中小企業援助計劃，推動中小企業數字化支援服務等一系列嘅措施。而喺青年創新創業嘅路上，推出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關於促進澳門青年創新創業嘅辦法，透過澳門青年創業孵化中心落實一系列助力青年創業政策等等，都為疫後經濟復甦做好全面準備。上述措施除充分體現出國家及特區政府喺經濟安全上嘅敏銳洞察力同埋強大反應力，國家安全與經濟安全相輔相成，穩定嘅政治環境有助於經濟發展，而穩定嘅經濟又係國家安全嘅重要基礎。澳門嘅發展策略必須要平衡呢兩者之間嘅關係，以確保長期嘅繁榮同埋穩定。Ladies